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4年8月13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1篇，罗得记第2章第1节到23节，以弗所书第3章14节到1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普世福音。犹太人非常欢喜分别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，所以因对外邦人的排斥是非常严重。对犹太主义的角度来看，好那亲像上帝就是排斥外邦人的，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安尼。事实救恩福音拢是普世。对旧约、对创世纪的基础来看，就是安尼。用犹太人所强调的祖先亚伯拉罕，伊原本是两条河迄边遐的偶女，一个异邦敬拜偶像的所在，受到上帝呼召来的，并且上帝互伊的呼召非常清楚。除了亚伯拉罕家己得到福气以外，佮较是爱诚侪万人因为你要来得福，迄个呼召。罗得记第2章第1节到23节，罗得的故事，就是一个外邦女子得救，并且成做上帝救恩计划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。伊就是代表了老爸的阿嬷。经文来记载，拿俄米有一个亲戚，名叫做波阿斯，是一个大财主，是伊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。摩押的女子罗得对拿俄米讲：“我想要去远你，通对伫我的亲戚的人后面来捡麦穗。”拿俄米就对伊讲：“查某囝，做你去。”伊就去远里对伫收割的人后面咧捡麦穗。真拄好，这区园就是以利米勒的亲族波阿斯的。拄迄时，波阿斯对伯利恒来，伊对收割的人讲：“愿上主甲恁同在。”因就应讲：“愿上主赐福你。”波阿斯问收割的工头讲：“这个少年查某囡仔是甚物人引导的？”收割的工头应讲：“这个摩押的女子是对拿俄米对摩押地转来。”伊又讲：“准我伫收割的人后面落来的麦穗。”伊对早起无闲到呾，拄啊才治疗休困一时才定。波阿斯就对罗得讲：“查某囡仔，我甲你讲，毋通去别人的园墼，嘛毋通离开遮，着对我的女工对呼召，看工人伫倒一区伫收割，着对伫女工后面捡。我已经吩咐工人袂用得甲你创治，你喙干的时去水桶遐啉工人抢来的水。”罗得就扑落去，跪伫涂骹对伊讲：“你哪会对我遮尔好，遮尔关心我一个外国人？”波阿斯对伊讲：“你的丈夫死了后，你对大家所做的一切，人拢甲我讲啊。伊离开你的爸母甲故乡，来伫这个身份的人的中间，愿上主照你所做的报答你。你来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要实古的下面来庇咱，愿你对伊得到满满的报赏。”罗得应讲：“你对我遮尔好，虽然我做你的女婢嘛袂堪得，你犹顾安慰我，佮对我你的女婢轻声讲好话。”食饭的时，波阿斯对伊讲：“来食，摕起来食。面包
稳处者，罗德就坐伫守寡的人身边，波阿斯摕备好的麦仔互伊，伊食饱，阁有剩。伊爬起来，阁去捡麦穗。波阿斯就吩咐伊的工人讲：伊若捡伫麦捆中咧捡，嘛毋通甲伊动，害伊见笑。恁甚至伫麦捆中抽一寡出来互伊，毋通甲伊责备。罗德伫园里捡麦穗，捡到天暗，伊拍所有捡的麦穗，大约有22公升的大麦，伊就爱入城，摕互伊的大家看，佮将食剩的摕出来互伊的大家，伊的大家对伊讲：你今仔日伫倒位捡麦穗？你伫倒位工作？愿注意着你，好款待你迄个人受祝福。罗德就甲大家讲伊伫什么人遐工作，佮讲迄个人名叫做波阿斯。拿米对神父讲：愿波阿斯得到上主的祝福。上主不时施恩予活人甲死人。拿米佮对伊讲：这个人是咱的亲戚，是有义务延续咱的世系的一个至亲。摩押的女子罗德讲：伊嘛有甲我讲，你着对我的工人身边来收割雪。拿米就对伊的新妇罗德讲：我的查某囝，你着甲伊的女工做伙，才免伫别人园里去互人创治。罗德就做波阿斯的女工，做伙捡五谷、到大麦、小麦拢收割。伊继续伫伊的大家甲伊大做伙。上帝的普世救恩就是透过人的顺服、遵行伊的命令，才做伊救恩动工来完成。保罗嘛是，伊是一位上帝所呼召，自认为是外邦使徒的主保，将外邦迄个普世的福音看作终身的职务。事实上，伊的一生也真实实践伫这个使命。彼得前书第3章14节到18节记载着保罗伊的使命甲基督的听。因为安尼，我就跪了，想使名号，互天顶地的所有宗族的天父，照伊丰盛的荣耀，通过伊的圣神所赏赐的亏力，互恁内在的人勇壮起来。我嘛祈求基督会因为恁的信来点伫恁心内，互恁定根伫地基伫听，会当甲上帝所有的子民明白基督的听是偌尼啊长看悬情，佮经验着伊迄个超过人的智慧所会当了解的听，互上帝的完善甲恁完全充满。普世救恩的仆人是上帝赐予伊特别的恩赐，来差遣伊成做普世救恩的使者，佮将救恩、将福音传到遐个无受到一般犹太人所接受的外邦人的中间。诗篇81篇，上帝是咱的快乐，咱着大声称赞伊，着唱歌称赞雅各的上帝，着唱诗歌摇玲珑啊，弹好听的琴甲瑟，着伫115咱节期的日分扫角，因为这是为着以色列定着的规律，是雅各的上帝为了因设的礼仪。伊攻击埃及的时，有以色列的子民入狱，伫遐听见以前毋捌听到的话。
上帝讲，我将因经到头顶的重大散开，互因放落手所行动的那。恁伫患难中间求叫我，有该求恁。我对雷在弹的灭吞的中间应答恁。伫美利巴的水泉边试验恁。我的主民啊，恁着听。我要警告恁以色列啊，我偌年毋望恁听从我。恁中间毋通有别个神明，外邦的神明恁毋通跪拜。我是上主恁的上帝，我要带恁对埃及地起来。恁的喙着大开，我就互恁饱足。毋过我的子民毋听我的话，以色列的拢毋插我，我就出在因心意，互因照家己的听去做。我偌年毋望我的子民听从我，以色列肯行我的路，我就紧会制服因的对敌，用手倒袂攻击因的对敌。怨恨上主的人会伫伊的面前衰退，因会永远受刑罚。上主要用好的麦，互以色列食，用对石搬出的蜜来互因满足。恳求主帮助阮，正做好的仆人，愿意甲上帝也甲人同心合一，对外面对这个宣告来尽力服侍的好同工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